你每日都會見到，甚至食到嘅菠蘿包，有冇諗過佢背後其實收買咗成套哲學系統？喂，聽落好似好誇張哦，但係今日我就要同你一齊由呢個熱辣辣、香噴噴嘅菠蘿包開始，一步一步拆解我哋嘅腦，究竟係點樣去睇到呢個世界噶？準備好未啊？一齊嚟揭開呢個哲學秘密啦！好，在我們開始之前，我想先問一個問題：你試試望住眼前的野，無論是那個畫面，定是一陣你會見到的菠蘿包，你所看到的真的就是它的全部真相？定是話我們的大腦其實在背後做了很多很多手腳，切出了一個所謂完整的世界出來給我們看？那個問題就是我們今日那趟哲學旅程的起點。OK， 我哋就由呢個大家都非常熟悉嘅菠蘿包開始。當你見到佢，你會諗起啲咩啊？早餐啦，下午茶啦，塊皮好脆，個包好軟。如果再齋杯熱奶茶，簡直就係 perfect 啦。通常我哋嘅思路就係咁，好直接，啱啱？係啊，我哋見到佢金黃色嘅脆皮，聞到嗰種牛油香，然後個腦後自然彈出一個指令，食咗佢。成個過程快到我哋根本唔會去諗背後到底發生咗咩事。但如果我而家同你講，喺你產生想食你嘅念頭之前，你嘅意識已經完成咗一套極之複雜嘅運算，你信唔信？好，而家我哋一齊嚟試下帶起呢幅特製嘅哲學家演證。一戴上之後，神奇嘅事就發生啦。我哋嘅焦點唔再係個菠蘿包本身，而係180度轉向去關注我哋體驗到呢個菠蘿包嘅整個過程。呢一步就係線上後最關鍵嘅一步，叫做反思。你張圖就將個分別畫公仔畫出場啦。你睇睇，平時我哋嘅視覺係由內到內，個焦點係集中喺進沒戰，即係個包度。但係戴咗哲學家眼鏡之後呢，我哋嘅視覺係由內到內，集中喺體驗上。究竟個包係點樣呈現喺我嘅意識裏面？我係點樣睇到佢、聞到佢、感覺到佢？喂，呢個唔係一個小改變喎，而係呢個長尺腿斜位嘅視覺大逆轉。其實我哋嘅意識同我哋體驗到嘅對象，就好似一對馬公仔咁，永遠都分唔開噶。你唔可以只有睇呢個動作，但又冇嘢被你睇，係咪？反過嚟，一件嘢如果冇任何意識感知到佢，咁佢對你嚟講就等於冇存在。呢種密不可分嘅關係，哲學家胡西亞就俾咗個好輕嘅名佢，就叫做普遍先言關聯。簡單嚟講，就係意識同對象喺同一枚硬幣嘅兩面，冇咗是但一面都唔得。好，低考副簡應，明白咗基本規則之後，我哋就嚟深入挖掘第一個秘密，嗰啲我哋明明冇睇到，但又確實知道佢存在嘅嘢。你試下諗下，你望住眼前嘅菠蘿包，你實際用眼睇到嘅可能只係對住你嗰一面，啱嘛？但係你嘅腦係咪即刻自動幫你補換咗成個畫面？你明明係睇唔到嘅，但係你就係知道佢有底有背面，切開入面係暖嘅。呢啲你當下冇直接睇到，但又確實存在喺你意識中嘅背景資料，哲學家就叫佢做視語。就係因為有呢個視語，一個平面嘅影像，先至可以喺你個心裏面變成一個完整嘅立體物件，係咪好神奇呢？好，除咗空間上嘅腦補，我哋嘅腦喺處理時間上都有一套好正宗嘅機制。我哋嚟睇下，我哋嘅意識係點樣處理一件喐緊嘅嘢，例如一個喺你面前飛馳而過嘅小巴。呢條時間軸呢又展示得非常清楚。你想象下，架小巴正喺你面前經過，喺而家呢個刻，你睇到架車身，但係同一個時間，你嘅意識係咪仲殘留住上一秒架車駛近過正嘅影情聲？呢一個對於啱啱過去嘅一刻嘅把權，就叫做滯留。而喺同一時間，你係咪已經預期佢會繼續向前行，而唔係突然之間向面色大或者飛向天？
呢一個對於即將來到嗰一刻嘅預期，就叫做前食。呢度有個重點要搞清楚先，滯留並唔係我哋平時講嘅記憶，記憶係好似你撳個尺咁主動去 call 翻，看日識過啲咩嘅資料出嚟，但滯留係自動波嚟㗎。佢就好似一條時間嘅虧星尾，將啱啱流走嗰一刻同而家呢一刻好緊密咁黐埋一齊，令我哋感覺到順暢嘅動態，而唔係好似睇 PPT 咁一格格斷開㗎。所以話佢係你感知架構嘅內置功能嚟㗎。咁講咗咁多耐，呢一切到底意味住啲咩呢？思活、滯留同埋前食呢啲機制，並唔係個腦嘅隨機小故障，佢哋其實係我哋嘅心靈用嚟砌出一個穩定有意義嘅世界嘅基礎工具。我哋嚟總結一下，我哋嘅意識或者叫心靈，原來先正機完成咗呢啲驚人嘅主觀成就。首先，佢將頸同對象綁定埋一齊，跟住佢自動波保護我哋睇唔到嘅空間部分，然後佢建構咗時間嘅流動感。所有嘢嘅目的就係為咗幫我哋設出一個可以理解、可以喺裏面穩定生活嘅世界。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呢句說話就完美總結咗了一切。對象之所以為我們而存在，其意義與存在方式，皆源於那些主觀成就。意思就是話，我們感知到的世界，並不是一個純粹客觀、同我們沒有關係的存在，它的樣貌、它的意義，都深深地被我們的意識所塑造。所以到咗個大圈，翻到第一開始嘅問題，下次當你再拎起一有菠蘿包，或者睇任何一件你覺得習以為常嘅事嗰陣，不妨停一停，諗一諗，你感知到地呢個世界有幾多係佢本來個樣，又有幾多係你個拎到飛起嘅腦喺你睇唔到嘅地方，正正機幫你斜出嚟嘅呢？呢個問題就留翻俾大家慢慢參透啦。